你知唔知你每日用緊嘅 GPT 可能唔係最啱你用嗰個？4O 4.1 4.5到3到4成堆馬路搞到亂晒龍，我幫你30秒搞清楚。4O 日常問答之王，最多人用，爆紅生圖玩法，睇圖、聽聲、生成圖都得。4.5 寫作最強，情商超高，寫文案、寫詩一流，回應超自然，但邏輯推理就弱啲。4.1 全能王，其實就係 GPT 4 Turbo， 支援超長文字、文、邏輯、程式都掂，穩定，速度又快，性價比超高。O 系列係考試邏輯編程專用，例如 O3 擅長睇圖做定位、資料分析，還有一些 Mini 系列主打快同平，但唔好。例如 4O Mini 就成日答錯，甚至出現幻覺。快速記住 GPT 4 4.5 4.1主力處理文字。GPT 4O 主力聲音、圖像同文字。要1到3到4係強邏輯模型。Mini High 平快但唔穩。下次用 ChatGPT 前，冚個馬路名睇清楚啦。有問題留言問我幫你揀馬路。